万岁，新婚谁无对家，在里相亲，在里面苦与人，快快开门。我问你，你是在我台来问心？小姐，请进来。见过吴才先生。我不是吴秀，我叫沈贤。你要找吴秀吗？是啊，还让你请他一声。请稍等。吴秀来了。见过吴才。起来，起来。我道你是个君子人，这样的戏弄人家不该意。我本是个大将军，岂可与你去送行？既是将军与生儿，你愿我来与我算不清啊！才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安心，我就已经生了病，人事方法口难言，病是要紧总在分。故而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常为你做父亲。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你，这样说来我是让得了你。不妨事。本想的到此有我关，我特地前来送私信，这封私信我真想，那无罪的妹妹认得伊，她不是被人误去无中阿姨，此事我已告知你，那李在想大王逼他的口供他不肯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信一封，他叫我送于吴瑞偏下你把私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夺取那无救罪。但是我也想和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私信来交与我，我与你送一些信人。我不是私信，是口信，口信谁来呀？我记在心里。这个口信要上心，不可再与那旁人听。在我的口，在你的心，答应了举送要记起。既然答应，言语反悔，你就说吧。唉，妹妹呀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念心这里听呀。现在我和你开心那年，就是从和你见了面，你的眉毛像电线，我无爱恋在心啊的，啊也没。
呀，我活你，你不知；我想你，你不见。我与你说话，你不回答。我和你比肩子比不言啊，也没啊。我是一见就钟情你，为知你可被家母怜。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呀，你我真好相爱。